有的人会收藏书法，人从研究也到作品呢，会编织、韵合，也算会从学做喎。也个世界都是有书法修复师。係新竹竹東人嘅方天富，而係太陽博物館替代台灣修復師哦。更加而喺台灣咩可以自家嘅工作室，同西方嘅修復術語韓國觀念帶進來台灣。更加攞來看下，一個修復師用嚟描述回春來救老舊書法作品。那啲筆啲之後，天天嚟話，看着那一幅畫本來就係完整嘅作品呢。沙定要到處拍攝悠悠嘅嘢東西，強強嘅用數冇就錯位咯。一條悠悠嘅嘢東西就係出嚟用嘅，做得到生活嘅事起來，一條動作看起來已簡單，唔過會強數強腳。一條係將一幅畫千基本嘅功夫，也嘅作定成樣是啥嘅方天賦，就係書法修復師，就係一條藝術作品嘅意思。其實做兩個些是當天先開始已經係當需要嘅，點出來係因喺啲講，原本因喺通江嘅喺呢個銀客嚟溝通講，到底呢種圖原本因喺講，到底啲作品係點可以件事情，呢一係呢啲講藝術呢一件事情，係要講呢啲講銀客呢邊經驗上係講係乜嘅目的。從細就學藝術嘅方天賦，太好本來係小規劃，下後接觸到修復嘅工作，建造更有興頭。拿到碩士學位過後，唔但搶啲台北故宮博物館是頭路，還條目案件去到英國太陽博物館，係國內頭一個台灣修復師。從咧講圖呢一件事情嚟講，是用自家嘅想法，和自家啲嘅材料嚟講所咧，係係通從不同嘅冇共用嘅圖，還有冇共用間嘅材質嚟講嘅修復咧，嚟看要到係要埋觀念上嘅共用，還有冇共用。愛將一部作品動身無足，還會動用心，又愛錯位係處理一條作品。佢知道千歡喜嘅，就係啲嘢當中，尤其比名到一道鬼神正咩，要動搖價值嘅作品。係啊，點主要係講做呢件事情要看到當好嘅圖，電腦嚟講咧，先先行會好啊。係啊，從呢做呢樣嘢特別嘅故宮啲嘅做體路嘅時節，從喺點從來三件作品咧，充滿有名度。一次一首滿記神法的書 ，QQ 為嘅作品有為全新嘅生命。喺整個過程當中，方天富用心感受作者冇有收藏家對作品嘅感情，唔但將同大家聽嚴準，抗啲腦勢獨好嘅印象。佢每前到嘅人生目標，直到都有成就。下個新聞連研究唔適宜台北報道。